2025年，台灣職業排球正式來成立，這是在中華職業棒球、台灣職業籃球了後，國內第3個職業運動聯盟。過去，台灣只有業餘企業排球聯賽，但是觀眾的人數、比賽的強度、球員的薪水，攏甲職業級別有明顯的落差。有真濟優秀的選手，考慮到現實的生活，不得不都要放棄掉排球的夢想。繼續，咱就要來介紹這支台中聯總排球隊球員甲排球的故事。夢想的舞台上面比賽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很努力去為了這一個職業舞台去做一個準備，可以讓球員有一個穩定軍心，專心在這邊打球。希望說可以延續他們的運動生涯。台灣職業排球元年即將開打。即刻行動 ，Start now！自2015年9月17日，對台灣職業排球來講是有重大意義的一天。這天，職業排球聯賽正式開打，4支球隊分別來自台北、台中、桃園和高雄。聯盟的成立，是真濟台灣排球選手長期盼望的代誌。看到他們在這一個我們以前夢想的這個舞台上面開始比賽的時候，我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對，因為我覺得好棒，你們現在有這樣的舞台。我們當時雖然沒有，可是我們現在透過大家的一起努力，把這個舞台建立起來。其實我們一直在企業排球的時候，就一直期待說，職業排球這個舞台能夠產生，因為那時候就是有很多消息，那最後都是沒有真正的去執行。那今年就是有確定執行這件事，那基本上就是很努力啦，很努力去為了這一個職業舞台去做一個準備，就是針對自己上半身的部分做一個加強，主要是在訓練的內容或過程是不是有達到自己在訓練前所設定的目標，這樣子。吳宗憲是台中聯總隊當屆副攻手，也是目前全聯盟得分第7冠的球員。伊捌佇2018年雅加達亞運為國家隊拿下季軍，這也是藍白歷史上的最佳成績。職業聯盟還沒有成立的時候，排球選手的生涯在台灣啊，差不多就是大學畢業之後就要慢慢去尋找第二個技能了嘛。對於過去無職業排球聯盟的年代，企業排球聯賽大部分是學生啊，或者是兼職的球員。吳宗憲甲其他選手同款，因為看不到穩定的未來，伊也捌有放棄的想法。是有一段時間，因為那時候職業聯盟還沒有成立，那時候就是有往大專這塊，大專教授剛好有老師推薦，然後我就去考，那最後也是沒有考上，剛好有人詢問我要不要加入一個新組成的球隊，然後我才再重回來這個排球圈這樣子。选手都是，可能最後當完兵或是大學畢業、碩士畢業之後，他的運動生涯就是結束。那希望說可以延續他們的運動生涯。職業排球聯盟的成立，等於給球員更較濟人生選項。
那職業運動的生涯會當延續，透過健全的制度甲穩定的薪水，也會當得到相對更較有保障的生活。在台灣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平台，可以比較長期的，然後穩定的讓選手在大學畢業之後，他可以繼續留在排球運動這個舞台上。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包含這個聯盟的建立，讓它更制度化，讓它穩定之後，其實包含在城市也好，在球員也好，在觀眾的角度也好，還有一個企業，還有一個共同參與的平台，然後把這一個算是排球的生態的產業鏈把它做起来。球隊還是會希望說有各個企業啊、在地企業啊能夠去支持，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然後也是我們需要去加油的地方。希望說可以延續他們的運動生涯，因為這樣子很可惜啊。所以說能夠在職排，他們又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不只是能夠養活自己，或者是可以照顧自己的家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職業。來吧，分組。劉文亮在大學畢業迄當，就加入當時閣是企業排球的練總隊，即賣伊是職業隊隊長。其實那時候心裡蠻期待的，因為台灣也有職籃，也有職棒，聽到台灣有那種職業排球，其實當下還蠻興奮。自己本身就是那個球員，所以其實還蠻興奮，還蠻期待的。球員住宿的部分啊，所以就球隊都有包含在裡面，然後甚至就是薪水啊，所以就是比較能穩定，然後你可以讓球員有一個穩定軍心，就是可以專心在這邊打球啊。無經濟壓力，球員閣開當專心比賽。到了當禮拜固定的休困日，因唔是佇球場，就是佇前往後一場比賽的路練。差異很大，因為有些企排的選手就是以學生為主，就只有是台電是他們是早上工作，下午練球。但我覺得我們是也朝着職業的，算是職業化的方向去做，因為我們不用就是像大學生上課，但我們就是整天就是耗在重訓室和球隊。從企業排球到職業排球，那中間可能有進入國家隊，那基本上其實就是都專注在打球這塊嘛。那變成一個職業的話，那我覺得就是能讓我的想法更多元，然後讓自己更自律去備戰這整個賽季，就是在生活上或是技術上、體態上，都專注在排球這項運動上面。成立到職業排球聯盟，對國內的球員來講是工作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外國的好手陸續加入到聯盟隊伍，嘛來提升到這項比賽的強度甲規模。目前，職業排球4支的球隊攏有家己的啦啦隊，嘛規劃主題日相關的活動，期待會當吸引到更加多的觀眾入場來看比賽。繼續，咱就來看台灣職業排球的挑戰，也有啦啦隊甲球迷應援的實力。球團除了愛照顧球員，更加愛曉營造主場的氣氛，讓更加儕球迷願意入場看球。職業聯盟成立，對主題日到啦啦隊，將會誘見球隊甲觀眾的連結，讓排球一步一步有機會走入台灣球迷生活。
我覺得很好，因為它是排球元年嘛，所以說我覺得說有啦啦隊的話是一個很加分的選項。這是排球的元年，就是排球的第一年，從一個什麼都不知道到我們進來之後，這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剛開始應援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只需要帶動大家就好，但到後面就覺得應援其實已經算是我們的責任，就是這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事情。主要就是我覺得觀眾他們想要看就是外援，然後還有那些高強度的比賽，所以就是跟以前氣排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覺得強度上跟環境，因為甚至還有啦啦队是有效仿着職棒跟職籃的一些模式。其實我覺得這最大差異就是在這邊。台灣的觀眾很可愛，他進場之後他有很多元的選擇，他包含看球員，包含看啦啦队，好，包含體驗整個比賽的氛圍。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可以讓我們的比赛內容更精彩。这个是我們在商業模式建立上，希望去學習別人的優點，再強化我們自己的優勢，這樣子。聽到比亞聲，對丟歌到場內，熱情的講話鬧得滾滾。除了地主連中隊的支持者，也有以輸得的球迷對台北大客場做回加油讚聲。我們是特別從台北開車，我們開車下來。今年是排球元年嘛，所以想說想要幫台北伊斯特加油。所以你們是伊斯特的死忠的球迷，算蠻死忠的。所以你會跟着他們就是征戰各處嗎？對，會。對，如果他有去鳳山啊，像今天是台中的，那還有那個在桃園的那個中原大學，我們都會跟。連莊的球迷還蠻驕傲的，他們成績很好，然後比賽也很精彩。對，我歡迎大家來看。這些球迷不管是從開季以來嘛，第一年成立，然後越來越多球迷進場為我們職業排球加油。那我覺得在裡面我們也會因為這些而變成化作一個動力，然後更亢奮地去比賽。每個球員都是做好當下本分，然後贏下勝利。希望未來甚至是5年後、10年後都可以一樣支持我們。經營職業聯盟的過程裡面，希望達到的效果是在高強度的比賽裡面持續的發展的時候，其實再回到國際賽，我相信對國際賽的成績會有提升。未來的小朋友們都會以職業排球這個舞台為目標，那希望以後他們能夠朝這個目標去邁進，對台灣的排球或是職排來說，就是最好的感動。當地練習為累積滿滿能量，起跳。追求攻擊，砸棒防守，在更加懸的境界，帶領球員甲觀眾走向職業排球元年另外一個新紀元。